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暗蒙蒙的天，金丝时的星，月娘点歌灯，手拿来挂钟讲12个，叫醒所有的动物，请风指挥，叶仔乐队演奏，一场热烈的音乐会就要开始。牛哥唱歌，声音传到西跳花裤，起起落落的破声，拢无停。变高人的狗，一群一群画繡好，抽兔仔跳舞，因跳甲恬静的暗暝，目睭展开开，看彩云，看日头，甲美丽的花蕊，讲心情足水。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9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各中各小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咱台南市大港国小谢廷义小朋友所写的动物的音乐会。选入去，咱邀请谢廷义小朋友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伫我4年的时阵，江月英老师教着《水果的晚宴》，作者杨焕。这是一篇新诗，老师爱阮仿写，所以我就写动物们的晚宴。因为真介意这首新诗，所以我就用动物们的晚宴，甲改成台语版的。一开始题目我想真久，晚宴台语到底是啥？夜总会？安尼别人睇的是？敢会当作是蒙阿波，就会感觉恐怖，佮搞笑，所以最后就用动物的音乐会。其实诗有一句我有写毋对，挂钟讲12个，其实我是要写吊钟讲12个。伫桃园姨婆的厝，有一个真特别的吊钟，听讲是日本时代学校并无钟声，就用手抽绳啊，不管是上下课，也是厝内画食饭，拢咧用的吊钟。大家会当伫网络找日本吊钟，也是找和平钟，就会使知影我讲的特别的钟。最后，我要感谢评审老师，阁有专门科广播电台，互我有机会伫遮分享我的台语诗。
暗蒙蒙的天，金细细的星，月娘点歌灯，树林内挂钟讲12下，叫醒所有的动物，清风指挥，叶仔乐队演奏，一场闹热的音乐会就要开始。牛哥唱歌，声音传到远远远，狮跳花香，起起落落的破声拢无停。变高人的猴，一群一群画休好。牛兔仔跳舞，因跳甲恬静的暗暝，目睭天开开，看彩云，看日头，甲美丽花蕊讲心情作水。算入去，咱邀请即届评审委员萧定春老师为咱来做一个讲评。台南市大港国小正定义即个囡仔姊所写的动物的音乐会，有囡仔人的想法，甲真侪动物扣做伙，来开一个音乐会，即个想法是真好，阁会当让我有迄个诗的味走出来吼。比如讲，伊会讲请风指挥，伊会讲牛哥唱歌，伊会讲变高人的猴，一群一群画休好，甲这动物扣做伙，到尾伊用一个看云彩、看日头，甲美丽的花蕊。讲心情作水，这个囡仔的诗句真有大人开口。即摆囡仔真早熟啊，因怎个网络足发达，要看什么拢看得到，要学也真紧，毋是用像较早呢，拢缩绑伫一个所在尔。伊甲遮个自然界的物啊扣做伙。我感觉佫会斗甲真密、真熟悉，这是无简单。叶仔乐队演奏，一场热烈的音乐会就要开始。牛哥唱歌，声音传到远远，狮跳花裤，起起落落的破声拢无停。变高人的猴，一群一群画休好，抽兔仔跳舞，因跳甲恬静的暗暝。目睭灯开开，看彩云，看日头，甲美丽的花蕊，讲心情足水。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谢廷义小朋友写诗，萧定春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